如何保持低廉嘅垃圾處理費用？只需將垃圾正確分類處理，並按規定丟棄。唔同種類嘅垃圾應該放喺唔同嘅垃圾桶中。呢個係你嘅3個垃圾桶。你嘅綠色垃圾桶每2週收集一次，佢用於收集花園垃圾同食物殘渣。你嘅黃色垃圾桶亦係每2個禮拜收集一次，同綠色垃圾桶交替進行。佢用於收集任何可以回收利用嘅物品。你仲有一個紅色垃圾桶，用於盛放不可回收嘅垃圾。紅色垃圾桶每週收集一次。有啲物品如電池、電子產品、機油、油漆及煤氣瓶等物品，唔能放入任何垃圾桶之中。需唔需要丟棄呢啲物品？請將佢哋丟棄到我哋嘅回收中心或任何社區回收中心設施。記住，如果你正確咁分類垃圾，需要處理嘅不可回收嘅垃圾會更少。呢個意味住我哋可以保持更加低廉嘅垃圾處理費用。請訪問 www.fairfield.nsw.gov.au/waste， 了解更多關於如何正確分類垃圾同我哋垃圾處理服務嘅資訊。正確處理垃圾廢物，做好垃圾分類。